Yes，这里谁先啊？欢迎欢迎各位听众，咱那个 start 个知道。这下冇搞大聲咧嚇，歡迎啊歡迎啊！咱這特別節目殺攞刀呀，各位聽眾歡迎啦！我哋邊啲學緊收聽我哋節目啦嚇，當今我哋嘅現條嘅聽眾有正20件啦，了個有大概20幾人看到我哋 video，我等間啲 video 人熱超，但是你要參加要看我 studio 裏面我落掉嘅事，啊我當然前頭困衫前頭困褲啦嚇，到去到處到啲把個困青不落姑娘。So， 那是你俾參與人咧，或者話我落音時，你特別注意，邊啲學見.com 咪去看，還是去 forum 咪 forum 度，邊啲學見.com 咪是去看 forum 看其實有落音。那是我做落音時，那是我 computer 無歹嚟講咧，我就會做現條嘅聲，參現條嘅 video 個，就是咱要看 video，但是咱要看我貓呢，等我係我 camera 較勁冇，你可以看到我貓字，哎呀，等陣，你看到我貓字到底我巴下嘅 ，OK boy，come here，阿 boy 阿仔嚟。是我未使 show 上嘴，肯定走攰。OK， 咁等陣各位聽眾，我介紹我嚟特別嘅邊，即係禮拜我看到我背啊，肯定看到我即係我油啊流出嚟。我當今要介紹我人嘅特別嘅邊啊，我特別嘅邊就是搞了老椒啦，豆嘅咁嚟嚟過啊，豆嘅是地線嘅咯，我看下豆嘅。是咯。頂節你講嘅是係咪話地啊？頂節嚟講嘅是。我真係能話，我當然話掉咯，真係當然話。了個有第二個報講真正新本嘅差唔多老家本嘅是我嘅躲避波咯。大家好。大家好，躲避波啊！你聽到你落哪出了？我未記得。你聽到乜？三出啦。三出咧啊！你聽到是唔是迄個躲避波是迄個石堅啊？你講你做過來？我寫了。你當然做到過來哦。actually 應該做嘅10日咧，特別我提早出過。哦，做咩事咧？你拖啊？你較早拖係是填 form 去拖啊？但較早出。我係媽㗎，我係媽本嚟對邊我。哦，你媽佢媽到正啊？你媽有聽到邊啲學見咯？有頭晚聽佢哋咩印象地，哇！頭一道聽人甲我講佢哋大哥哥，我講唔係大人咪講，我咪聽我係媽甲我媽講佢哋。哎呀，頭晚都冇講，我害人講。我唔知，我都因為 chat 咧，我都冇肯，成個伊個 chat 是 older than 41 days 嘅，都冇肯講嘅。是咩？我你驚，我睇到你驚。所以這是我係第大驚。大驚。Sorry，有等陣你聽到 baby 口嘅，就是。Sorry， 安尼個正。不，我講聽你把這時候，話你媽跟你媽個大正落股。大到7個月。哦，那是我有機會落，是把這照樣落啊。梗係好似頭晚你講嘅物件，人家都知㗎啦，我講要大人咪甲我講 ，please。我把這是人家，把這你講你是到到咯啊？你到美國咪啊？對。你到 Texas 啊？OK，把這但是講到 next time 佢落嘅時候係照樣看，講你每看你媽跟你媽愛講咩話題啦，你真係成家你留意話題，死後飲牌。一人冇一人聽冇，因為我 headphone 嘛特見。哦，我真係你冇把你 computer 咩？冇啊，這裡呢。แล้ว第好，等陣我放佢人聽，第好笑嘅時，我係媽講咪聽，第見嘅事。你做咩事講咪聽咧？伊講冇正經嘛。哦，特別在是係咪本啊？人咧話講冇正經，特別呢第見嘅人是。唔要緊啊，老人係咪安尼聚會，係咪佢頭先看過一名派死啦？嗬。你講正物件，話伊人講到天塔田，講到唔知打落去，然後伊人嗰邊講，我個愛聽 live 喎。然後唔知聽自己講，不當時好像自己買，然後就在講。或者是你每個你買啊，講咩你 email 好啊，講看入邊講咩話題，你是然後是實在特別嘅 show，或者阿媽加阿媽嘅 show。我覺得聽得見得好咧。係我係 baby 哦。你baby 大波後生就走啊？走啊！哦，你再攞一記各位聽眾，你攞一記定節特別播，尋人講時，伊是都好把你特別多嘛，第二嚟驚是人講成驚嘛夾薄薄嘅啊。就是只特別播當然驚生出來咯，被摸過喺度提早，較早填方頭，較早一個月差幾日10日出來。我真10日出過，我填方啦，甲我媽講嚟嚟嘅，你就係人煮嘅物件，做甲死，做甲我規面 pimples 出嚟了。你是到底是食姜甲抹油呀？
係啦，冇有兩個會有仔，真係做會叫高梨啊，哦，高梨嚇，我筍啊，知嚇嚇，高梨，sorry，啊，係當歸啊，食了啊，不要緊啊，我係查某囝食我係零水，伊本三日未放曬啊，哦，我想你唔好食麵包，你叫我食麵包。你死啊！伊無食便不特別三日無放曬嘅嘅。我回啦，成日今日你講咪減肥，今日這禮拜即係話題就是講減肥嘛，咪是時間啱咯。OK，咁今日咪介紹咧第三類聽講，唔是第三類特別嘅邊度是講嘅白露露搞急嘅白露露。Hello，急嘅白露露本是係你我苗條起來白下啦。喂，急嘅唔是到啲 Texas 嘅嘛？講咯，到皮波一多啲牛巴酥為嘛少，為佢牛巴啊，酥。是。哦，不知我去 Texas 吹咯，咱去 meet 一個嘢哦。好啊，係啊，好，你可能坐去食啦，講到減肥。少啦，我當緊腰呢。會記嘅時就減啊，未記嘅時就無咯。未記時就傻，看到好了就未記減肥啊啦。That's of course 啦，這個。啊，OK，住，咱學豆嘅講成。OK。豆嘅你背一身，我背啦。你先教我呢成個爸爸呢嚇？有這個六德變一德啦。誒，得我都未解釋就先，豆嘅是到啲冷嘅嚇，都是到巴生啊。巴生人，巴生福建人，但係伊講話是伊會聽淡薄無咪想，但是講你奇怪，怎有呢？一道兩道呢，就是人，我其實叫我 translate 下咯。你講咪一道兩道呢？那成個一地兩地呢？咱講邊個福建人講一地兩地，我是一地呢，我規地啊，我係面啊身軀參個啦是一地一大地，啥咪咕一粒呢？特別無當然我較省了，較省淡薄啊，咱看到看唔到會看到較省啊。呢邊大地喎，嚇，地就地大地細地冇關你事啊。我啦喂，大地，because 我正日對嘢時間好笑呢。喂，你歲就冇驚嘛？肥肥水嘅便宜嚇呢，上家醫漢多食嘅啦。所以啲淡水要洗嘢就冇驚薄薄咯，洗淡水嘅。幾歲？伊時嘢就冇驚落去嘛，過落去嗰時行嘛。所以我企步嘛，企邊看到伊淡水啊，講話呢看嘛，愛夾啦嘛。愛夾了，喂，你講，你看伊啊，食個肥肥圓圓，一啲零薄薄。但露乜咧？使梅我大地冇，我都唔是班長龜，梅我大條哦。我是油炸龜啊，唔是班長龜。真係，我第一記到時喂，你成日講，你看伊啊，你看一定大地啊。你是到底 US 本還是到底美國？喂，你是冰少靚，伊到底11班。哦。伊做生意嚇，伊在邊。OK，你當然講豆嘅大地啊。你是無插啊？是打波較濟無插，有你打波無咪插嘅啦，嗬？有你打波冇。哎呦，對，咪使插，我個冇夠面呢。你個冇夠應個，佢特別插較濟嚇。特別有你打波是個大地咯，問講。啊是打波啦，就見你看到是個大隻。未使 assume，especially 打波冇暑假。哦，打波冇，有你打波暑假嘛？啷打波到底？特別嚟邊一看呢？現場嘅聽講，嗰是最暑假大地打波，甲我講。現場嘅看有哦，咁你做媒人就係咁你少咗10% 嚟啊！我是個大地，我唔是個細細地。啊，白露露是個大地喎。嚇，但係是個嘅阿冇搞大隻嘅。哦。因為我冇看到，不知你自己 privately 嘅你小英後，我看大地人真大地啊。哇，真係邊有啊？不露我是講白露露嘅紅。哦，我紅嗰啲multiply實在傾看了，我係啲multiply有嘛。哦，我冇 multiply。我不自己去看。我 post 啊，小英嗰陣時。我不自己看，我冇 multiply。OK， 我講聽下，等，我要教我拍廣告就邊啲學嘅拍廣告。但是講到人要教到開始邊啲學嘅拍廣告，人有 multiply 啦、Friendster 啦、MySpace 啦，我哋咪 Facebook 啦，咪佢頭幾擺。
那是有喺你嘅 kick 曲噶啦，係哦，那係使 add on 嘅，你邊啲學嘅呢 link 啊，特啲一個 website 而家講嘅是拍廣告啫咯。差不多。好。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จะ即係你講你部教英語，你部卡山啊，你搭就冇暑假山山嘅哦。是啦。是查某暑假山山，是暑假卡成個有 muscle 嘅勁呢。Of course 係有 muscle 較好咯。有 muscle 較好嘅。嘅。所以有你咁運山過背，特別咁運 muscular 過山啊。啊，是咯。你當人執劍啊？你係咪辦法嚟做咧？我冇 try 個 gym 咯。哦，去 gym 啊，你做你去到幾啦？我啱plus 3個月咯。嚇，一個月啊？你把你個 sign up 呢 ？OK。啊。哦，你幾時 start？幾個月？我是 around 3個月我 start 啊。3個月我 explain 3個月，3個月是 start 啦。3個。3個月，burger，你是3個月 burger 個 burger 是啊。一缸兩缸啦，一頓兩頓，一缸兩缸個 burger 3個 burger。對，對，不，你3個月是把個 start，我們是1個月是把個 start 的。哦。我們是1個月是把個 start，我有啲3那個就10半的可能。哦。我冇減食誒，我是看來去 exercise 啊。你去咗久，你一禮拜去咗幾多？哇！我真係我去了，我才一禮拜去了誒。哦，搭幾去啊？啊！哇！你咪是隻快閃，你有閃掉未？冇啦，我就是個無應所背咯。一禮拜去2、3工關啦。哦，一禮拜去2、3節啦，是講。一禮拜去2、3工啦。我本是一禮拜去3節呢 ，because 我直接無應本。我成呢10本成呢做大人仔啦，我來 podcast 一個做來份工，所以咧我是佢做個超瓜啫，做成呢啫，我冇做第個 show 啦，特別。你咪冇第個 show 啦，講你愛 show 你弟弟吧，弟弟嘅位啦，咩弟弟？哦，未使啦，我講我聽，人是啷看到啊，係我啷隔了40年啊，咁都講。係啦，馬來40年。我冇幾年8年啊，8年。我當了啲 video 去看你弄粒弟弟。哎喲，一本啦，你都不好女性啊，你請我只好你看。我等，我等下未必當清空教你嘅事，那是講我現在，那是個 still 去 gym 嘅現在是屬於是我 show。我等邊啲學嘅冇清晒嘅啦。死都唔通啦，問下人瑞士啦，瑞士12年未刷，講聽日看到我冇清衫，冇清課。I 講十，阿 John， I 講十啦，所以美國正普通嘅嘛。你去拉斯維加斯 show 都看，美國10你正巴黎查某行出來，咁了 show 嘢弟弟，即係弟弟 show 一半，咁了下面看你都得通看了。水嘅 show 唔要緊啊，你部水才保齡看那個線。唔是講特傾用水嘅嘛，一直巴黎亦更加特傾水咩？冇可能嘅，總之樣出來跳嘅是特傾嘛是 top 啦。呀。特別咱講咩 topic 啊？哦，咱講減肥。OK，แล้ว即係阿豆嘅是不如個 start 咧，你減掉未？你冇啦，start 掉減掉㗎？冇啦，start 掉咯。刪掉未？冇刪掉啊？冇啦，start 掉咯。你靠零掉？有淡薄驚咯。because 往時你去 exercise 嘅時候，你看本都唔知嘅，往時你 because 你做 muscle 嘅時，你唔知講你刪掉嘅咋，特別你看你靠零哦。啊，比如話大嘅咧是無愛有 muscle 啦，愛變巴肚 flat 落去啦，嘛有嘅咩？Bobby 一粒安尼啦，8萬。哦，愛有迄個 six pack 咧啦，看到一粒安尼啦。啊哈，我嘛，sex pack 嘅慢慢計啲 level 啦，把攞即隻不多就係搞掂晒佢啦。哈哈，伊使倒一粒先，伊當劍倒粒啊一粒，把打會6粒，當劍一粒。你咪日多切咯，切6條。John body weight 咧就攞裝嘅，你若講愛 lose weight 嘅，都成 Q 成減佢哋叫做我人嘅肥 fat
性啊，了water weight and 那个 fat weight，แล้วก็嚟使 build the muscle。你袂使有哪 build 袂使咩？muscle 你愛 lean 那個係 build 嘛，你有背，你有人將佢 build the muscle。我知你咪是燒起你油先，แล้วก็嚟做咯。等我學你看嘛，我看完 muscle，學到 bicep 哦。哦，你 tricep bicep 有看到了，一粒起來了。啊，安怎你看到我 tricep？你幾時看到 ？tricep 看冇到啦。嗱 tricep。回來，阿 John， 你 turn around， 你夾只向我人家看到你 tricep 呀。哦，安怎啊？哎呀，掉渣！我就差啦。Yeah, like that。嗱，你未看到咩 ？Yep。看到看到了。Yes， 看到了啊。然後 bicep。哇，未歹啊，變大了啊 ，Yes。bicep 看到。Yes。Very good。我那是要參加，變咗我見睇看我嘅技吧。也卡腿，也手腿，唔是卡腿。我卡腿就水嘅。我卡腿就水成個 ham 呢，對。OK，那等於講。你講等於講。你做 exercise 嚇，你愛做，看你愛 focus 喺一個 area 位，知無？我要做我 upper body，我 shoulder。upper body 你愛做，就要上加做迄個 crunches 啊。我是做你 bot 嚟啊，你 bot 嚟啊，做啲 bot 嚟做呢 crunches。對了阿 John 啲做呀。我哋 six pack 啊妹。阿 John 係看到頭卡做誒，你講喊住。不，我係到啲 bot 嚟，你就係講看 exercise bot 啊，嘅 bot 啊。你 bot。你隻 exercise 是盡量超齡嘅 bot 到裂嘅啊，你困你夾隻到啲貼到啲。哦，迄個波啦係啊。啊，你 core muscle 啊。迄個波啦。真解。啊，真解啊。所以我做sit up 做佢哋咯，แล้ว我ก็做是你日即係 weight 嚟咯，提佢哋咯，再佢哋 muscle。By the way， 你做嘅時你instructor 教冇？頭是有當冇啊。所以咪有個 instructor 教咧。我冇累過。哦，你咧個就愛學累嘅。personal trainer 貴咧。One group 嚟做嘅，要 instructor 之頭正常都做 aerobics 啊 ，benches 啊，都 kilo benches 嘅時，嘅 benches 有 different levels 嘛，對冇？都去 gym 嘅時，嘅 class 1 hour 嚟10 to 11，1 hour 你使 burn the calories non-stop。你去咩 gym？ 我去迄個上個 LA Fitness 嘅，佢家叫 Q the sports club。哦，我去。24 hour fitness。哦，我去24 hour fitness 咩咯？對，是咯，啊。我就走去嗰邊咧 ，beginning 嘅時 5-10 minutes 係 warming up，做。特別試過錄斷啊，別錄斷啊！你頭先講錯時就斷。啊，當佢人講學啊，即係你直接講嘅時，特別你個成驚人講嘅時。哦啊。啊，特別波。你知道你是點樣時間叫你特別波？你是有一杯呢，還是？我是沙扎裏面，細漢杯嘅大漢啊。細漢杯，誒特別有人成嘅咯就係哦。我出來人家都杯嘛。哦，你小買個雜巾？啊，我小買是雜巾，因為一杯上個一部有骨嘅，一直接咁徛本是滑安尼款，所以細漢人都叫雜巾。啊，一本杯啦，特別。哦，我想我講佢講冇公平，我做咩叫我大杯煲叫佢雜巾？哦 ，because 你冇有骨嘅數。你接落來杯，你有插冇？有人冇講。有啦，我跟你講，我係減杯 category 是有三項嘅。啊，安怎？這是食藥嘅，這是食物件嘅。減食啊 ！exercise 嚇，減食嘅 exercise。啊，你講得正先。但係是食藥啦，笨蛋人。食藥咧，較濟最好是買食藥啊。啊，最好 ，because 你是攞罐嚟下咯。嚇，我背過啦。我背過，你讀掉嚇。嚇，了食藥較濟是 amphetamine 嘅，好你食 amphetamine。amphetamine 係咩意思？食了係好你別藥嚇咯，特別即個藥唔好啦，對你真係 side effect。哦。แล้วก็จะว่าเอกว่ากูจะว่าปลาอุจจาระอีสิจะได้ปัง油เลย咯ปังไส้ปัง油借掉啊แต่ขอบุ出油嘅喎嚇特別佢又變咗鹽嘢啦鹽嘢別使啊別使啊嘛伊是安怎 function 呢即係伊是一粒 capsule 呢款啊食落去咧油嗰度放出來喎
可能伊是你 before 消化，你被 absorb 到你個腦內會被 absorb 佢哋。要貴無？會啊會啊，應該是無貴啊，到馬來西亞唔是證明嘅，到馬來西亞。你幫西是幫油出來啦，一碗。嚇，actually 我冇食過，古仔一隻係時我冇食過。哦。嚇，真係你幫西幫油出來就，你切嘅時啊，是啥啊？會啊。油嘅嚇。特別盲食啊！你我甲你講，假了有聽嘅人 ，please 盲食喲嚇。嚇，盲食。這是講來互人聽爾。嚇。特別叫你去食藥。你個係咪藥？你個幾擺食過呢？個食流曬藥咯。哎呦，流曬藥嗰啲驚人喎。真濟人嘅，你看佢摸到假了，冇是食laxative嘅。你安怎啊？你就是點點流曬，你食，依隻是especially bulimia，有人 diagnose bulimia 成啊安怎講啊？bulimia 是你成日隻嘔出來，隻嘔出來嚇，你就是隻咧蹦出來咯。你隻咧嚇，你食落流曬藥，你就感覺啊，個爽單就流㗎啦出來啦嘛。特別你流㗎啦出來是唔是消化過嘅咩？消化過就是特別依隻人就是愛減肥嘅時啊，就是消啦嘛。哦，但係是無 logical， 伊就是無關做曬咯。哦 ，because 大家你食流曬藥，你食流曬藥啦，實在你也袂食流曬藥，是你去切你家己是毋是較重過，你去放出來啊。所以伊個心嘅就是講，是安尼可能啦，特別就是無講食生嘅啦，你油嘅咧咪是走油，嗬，你白油哪精？就是咯，我講佢哋人減肥嘅中線嘅咧，冇是可能食開流曬藥。咩？嚇，減水㗎了，但係你講咩 ？Sorry。阿張伊把油到地啊，三盞啊，到係定博多位嚇。得咯，一地。三盞一地。三盞一地。冇啊，當面嘅招。我咧到啲呢位，到啲博多位。博多佢冇講錢啊，博多冇講錢入背。我 app 冇誒，冇油誒，我到啲我阿妹呢邊冇油誒，我到啲 app 呢邊啊，哇！迄個 app 咧，愛減嘅油真正艱苦，但是啊，想甲做迄個甘蔗沙，做迄個 sit up 啊，做到半段想講去做liposuction 5000塊嚇，當然未記講 surgery 個，不知時啊，我有一個聽講講未講啊 plastic surgery 嘅 topic 嘅，不知怎做。你嚇，到底去特別報講，你個係咩物件？嚇，了食藥是安尼看我會記誒。了 laxative 袂使點食，你做咩哦？做咩事？食久啊，你會大腸會生空誒。哦。嚇。because 這是我阿公講嘅啦。你阿妹是老官。嚇，伊 surgeon 咯。OK。伊是係咪 specialize in 咩？伊是 general。general surgeon。OK。係咪 surgeon？general， 你係開咩坑咩呢？係開咩坑咩呢 ？OK。有骨油咧，你細部嚟做 liposuction 好做冇？嗰啲是 cosmetic surgery。哦，計冇上樣哦。冇上。有。那個我係 insurance 冇靠。即係啊，特別波啊，即係豆嘅會梅咯咩嘅？啊，梅。講嘅就啦，講嘅就嘅標講就誒幫油出來啊。我 sorry 啊，John 你對唔住，我聽唔。唔會講下你，即係你要話呢幫油嘅啊，你講。講啊。and then but the main thing is 你就啦，你能夠做啲胃有減去冇？你知咧，你話曬對較單咯。actually 是有小可啦，特別 actually 你若是講減食較少去 exercise 本會上嘅 effect 嘅啦。because 講係咪啊？伊是幫你幫你當今食即個油嘛，伊都唔是幫你辛苦，你有嘅油，所以你辛苦對你有嘅油特別調，你特別做 something 嘅出來。哦，that mean 就是講靠完你做咗佢物件，伊油放出來無？對，你當今食嘅物件較放呢，伊唔是你辛苦淋嘅油。所以body 嘅 oil 不是少成分那邊啊。對，你把油唔是那把油啥，把油一斤幾類啊？當今。actually 那是你見。我愛買。我愛買。啊，豆嘅呀，你若是會變Malaysia 嘅人，伊人應該知講去幫油食幫油嘅藥，只講甲你理路嘅嘛。
我唔知講啦，特別就變人播咗寫到講有一道食了無事嘅時，寫到真啊真啊厲害嚇。特別無我未รู้啦，你再食了迄個可能啊，伊可能有空啦，係迄個飯。嗰啲是laxative。冇，迄個冇上，迄個是老西藥。是老西藥。有啲咩事？你食你老西藥，嚟講有可能就是個再愛食咧，個愛去食咧。嗱，我就講愛減肥嘅人就是淡薄半燒啦。唔是愛減肥人半燒有咧，淡薄伊頭腦會好事。我爸咯，我得咯，我穿襯拖都看到，camera 看到我襯拖好別咯。我唔是愛生，是講我唔是愛生嚟，我會 healthy。嚇，有淡薄，有一部分嘅人是少啦，特別較濟人是 normal 啊。特別有可能啊，有可能當今收聽了，有啲人有可能，不有時你看也是把它想掉。because 我頂住我聽一個朋友講，伊個朋友咪是伊樣咪是泡泡，你看那成日玩呢嗬，然後伊當去食嘅時候，樣特別去食了後就走去就慢嚟拗咗就。而你可咧，拗嘅手機本無嘅，手機無啦，你即個拿拗啊無聲氣，你即個拿拗已經破坑嘅啦，係咯。because 你 acid 啊面薄多嘅，你唔見 acid 嗰粒出來到啲你拿拗嘅。但是講你是你有你看常你看做嚟講，嘿，你就可能會去去 hospital 還是怎適合啊？你 actually 那是講有安尼款嘅經驗嘅人，伊人無認為家己是有問題嘅，你知啊？所以真正坎坷位咯。少，但是講你再講你朋友嘅是住嘅，你看你特別開樣看真係嚇做，你看你咪驚咯。但係啦，咪是愛水，特別我咪是照背，咪是 camera，咪是出來，諗看到個一聽講。我安尼教啦，愛食藥咪食啦，最好是 exercise 啊！我講對，特別寶啊。去 join 迄個 club， 去加隻 instructor，總之，你本大白露露，我是叫家了人買食藥，我唔是食藥，我叫家了人買食藥，這是我知嘅啦。我冇食藥，我叫家了人買食藥。特個人去運動買食藥，係咪想買食？你要緊是 check 你 diet， 食較濟菜，食較濟迄個糊，and then 嘅 lifting weight，OK？ 喂，我等陣，我會講。人講是應啊！起來 exercise 淡薄，你揾對了都做，係咪 ？OK，會做咩 exercise？ 我冇會，等我記啊！哎呀，今日咧，你一減肥咧，做個無重啊，有6磅10磅嘅冇。battery， 看到話 battery 哦？叫 battery？ 叫 battery？ Oh my！ 叫 battery？咩啊？我去 gym 嚟嘅做。我講負責我係夾8磅啊，加超8磅，多超8磅。後尾我夾了夾個我做7年non stop 了嗬，我係夾個10磅啊。我做我係 bicep tricep 起落，所以我係 weight constant 呀，咁無落了啊。because 我甲你講什麼事就特別無，我係 metabolism 無了，因為我人啊。老了有20磅、30磅、40嚟講嚇，光食物件嚇，伊被 burn 啊，知無？是我你咪我是聽講啦，我唔知 ，because 我冇個 start 做 exercise 成本，我自來聲嘅當下我冇時間做 exercise， 我當根本冇時間，老實講，是講我比較逼我自己做，我真正你是較濟 muscle， 係啊，你咪是咪燒較濟背咯，燒較濟腰咯。你較濟 muscle mass 嚟講，啊特別講冇上嘅，但是你那是成個話，你看我是30幾歲就 start 起30幾歲時候，是啊，冇咩生嘅啦。哦，是咯。你未生咧，但是你做了有 constant 未起去，你就頭潮了咯。係咯，少。啊，住會講大嘅會講咩？阿 John， 我有一個 friend BMY 講我，講跟你家己做 BBQ， 所以伊會流出來，所以會生殼。跟你做 BBQ 啊？是啊，去補啊，去你攞去困了呀。攞個地方是啦，拿 BBQ 翻嚟。豆嘅，聽我講，你去迄個 gym 裏面有桑拿嘛？所以愛做桑拿好多人咧，因為伊有steam嘛。steam 到你入去哈，你去經係抓了 steam 了，你掛出來，你血咪會漸漸流出來咯。有影咩？有影啦。有啊。你成個都是吹白咩？你上次吹白油啊？哎呀，裝
有呀嘿，桑拿我講聽，桑拿做咩屬於山？桑拿是你灌流出來，你 water weight 出嘅了咪是山咯。啊，water weight 出嘅了咪山咯。即係就是迄個 cosmetic 迄個美容中心做嘅咯，甲人包咧嚇。你去嘅時60 kilo，你出來嘅時58 kilo，因為2 kilo 是你嘅 normal fluctuation 嚟嘛。樣叫後面啊，迄個 terminology 叫後面啊，特別寶樣叫迄個叫做咩物件？包甲嗰個貴先股好。係啦，包甲你巴掌，叫做巴掌，叫做巴掌。不過這是啊，日都去翕嘅啊，日都去吹啊，日都去吹啦，成日吹面股，成日吹咧。一個成啊，一個咪雖然我冚掉，日都去吹，日都去整啊。你頭出來呢？我知影伊頭伸出來呢，身軀甲了啲內面嘅。一個後面啊，個真係這款啊。冇得吹了時候，開起來時候，可能日都係切嚟食啊。佢切嚟食。我照清㗎。你咪是你咪是食起嗰時，人食你卡食你手起嗰個咧，是咪是係你咯？減起咯，生意咯。我講住你個好笑，你就係即係我聽人講，真係人講，我媽講啊，老加了誒，成日隔壁厝邊啊，迄家庭主婦嘅人講嘅啦。我唔是我家己做過嘅啦嚇，有人是食迄個 cabbage 啊。哦，包菜。嚇，食切節啊，伊煮湯食嘅啫。嚇，我是食包菜。炸食落去就是會生啊，但係食到2-3日都會拗出來啊。你哎呀，你無插你特日叫你食，特日叫你食咧啊！你是個食物件，特日你是個食面咧，是想話你是個食杯下特日食 ice cream， 你特餐碗食 ice cream， 可能食到你個拗不到咪是生咯。特日食 ice cream。發咗杯嘅 because 伊甜嘛甜啊 ，glycogen 係變 fat 嘛，是唔是？對。對不？甜真係要緊啊甜，所以這個咪是 Atkins diet 嘅 mechanism 咯。嚇，佢講話，我冇做過 Atkins diet 咋。我冇做過2禮拜那邊得閒啦。我做㗎2-3個月，我3個月咯，特別嗬。特別到對嚟啊。嚇，到對嚟你就冇做啦，到對嚟啊。對啊，因為伊是別啦，你特別。你特別檢查，就是了我諗這邊哈，是唔是起小食甲驚油都唔敢食，了個大項愛steam焗嘅，steam嘅用煮嘅，未效果了，油嘅，未效果，但是冇法度啊，冇油啊，你買油嘛。我講油冇油 actually 冇咪，我話曬你食油嘅食糖啊，糖嗰啲死啊，你 carbohydrate 嘅死嗰啲油啊。是咯，特別成日油是茄你線啦，唔是講背啊。成日有灰色嘅人啊！我人食飯嘅事啦，我食飯了飯吞就 carbohydrate。對，我冇食飯嘛我愛食飯，我食 brown rice 啊，還是 mix 7 grains 還是蝦米？我只少食飯啦，我本來冇食飯，冇食飯，是個我特正較少食飯啊同兼，特別看人嘅，即個特別寶就咪去講。Sorry，哦，然後佢嗰一個檳榔真興誒，幾耐月前真興，80尾個斷歲，你知係咪有？唔知。食果子，食一個月，果子餐，成個拜一是食蝦米果子，拜二是食蝦米果子，拜三是食蝦米果子。特別食菇物件。食果，嚇？食菇物件。你食一個月哦，哇！你係伊講西長咯，你係西放出來成個酸嘅管啊！哇！你咪是當到自己卡出去幾哩咯？嚇！無啦，你特別一半咧對水啊！哦，一半咧對水啊！講我聽啊，係咪果子？即係咪果子 ？Actually，伊 recipe 我都見無，我嘛有啦，到 Malaysia，我是有到 Australia 本。伊人啊是，我袂使講，我講出來咧，就拍廣告啦嘛。伊是一個 organisation 嘅人啊，找一個台灣嘅 doctor。中國 ，sorry， 中國，我嘛講中國。แล้ว伊是 doctor， 伊翁哩是生 cancer， แล้ว過身去，แล้ว伊就專心研究一個物件是西腸嘅咯。แล้ว你腸內面啊嘛有一坑，你洗飯咧伊直洗可能啊，飯未出嚟洗，伊就是食即個果子，食31日，特日無上果子，35日，แล้ว就飯解咗出嚟。叫你媽嚟講，我聽你度會講。係咯，你就後尾講啊。你嘛名咩？你嘛有？你笑隻名係嘛？你嘛有去運動無？你嘛有去運動無？我嘛都冇背。哦，嘛冇背。我嘛冇背。Actually，
運動唔種背嘅叫運動咩？生嘅諗法就係叫運動。對，特別咱講減肥嘛，當劍咱講減肥，唔是講運動，運動，講減肥。我把都未減，根本未減啊！一減3磅未減了喎，唔知點。你就冇背。我背過啊，我based on 我嘅 height，I think 我有一個 formula 有特別波。BMI in 100 kilogram over meter square。特別嚇，有你會使算咧，特別就是你就是那些去做減啊，你去做別類嘅你油嘅，你另外去個準咯。嚇，嗰啲是 fat content。誒，我講聽係你 BMI 啊，你 body fat，到底係我到底我半年前嘅，我係你前嘅半年有嘅啊，你出幾 percent 咧？可能係你個 BMI 上。我處冇有，你個 BMI 上哦。佢唔是 body fat 是 body fat，BMI 是 BMI。哦。啊。我 BMI 就我 BMI 就差喎。你 BMI 做幾？我 BMI 就蝕喎。唔知係只字咯，諗。OK，我同你講 ，BMI 那是25 and above 咧，就是 overweight 咯。哦。咁那是20 and below 咧，就是 underweight 咯。Body fat 咧 ？Body fat 是 I think normal body fat 是20 something% 啊 ，I think 啊，我冇 show body weight，but BMI 我就 show 啊。BMI 我去算啊，我特啲你 website， 我一 website 嚟咯，那是 wiki 嚟講下，我一 website 叫做咩嚇 fat.onlinepodcast.com well fat.onlinepodcast.com 嘅就 forward 你去就 fat track blog 啦，我佢嗱你睇你入背人家啦寫我嘅 journal 度啲病嘅，我就 BMI， 等我去 check 下你 BMI online 有一個 link 就係你係使家己算嘅嘛？是 kilogram， 我比較算，除以你嘅 height in meter square 啦。哎呦，我你簽住佢。無聽有嘅都家己會使試算。我講聽，我除掉伊係你啊，特別我比較算磅加咩喎，我算半嘅喎，我唔是算係你。哦 metric 嚇，誒等，我算下啦，我等於去除掉 website 啊，我是5尺11寸，然後我嘅半是180半兩件，等我 compute 下，25.1。啊，啱嗱，咁半日都比較緊咯，特別第好preferable 都是。到20個嘅檔啦，就是23。叮當啊，叮當個屎啊，叮當個滾啊，攞興嘅，因為叮當。OK，當叫我講聽話，即係當嘅我送入你，你落滾，你講 CM， 你講 CM 嘅唔要緊，你講 CM。講下我係你 formula 嘅，我把你寫出嚟。冇咩，我學你 website，係我學你 website 睇。website 一頭爬進去呢，對嘅，你就只滾當嘅，你就只 centimeter。我嘅是一尺控，哦，然後你就幾キロ？加講哦，嚇？會使講哦？80個 kg。80個啊？80個。OK， 80個，等我試。29.4。哦，你特別減啊！30 kg 就是 clinically obese 啊。有，你白你加講哦，加講我算咗咯。加157 cm。係咪？100個尺啊？1.57 ，OK，meter 是1.57 cm 嚇，然後啲檔咧？檔138 pounds。哦，你算包係啊 ？OK，等陣啦，我去算包嘅，你138半啊？140啦。你講呢？講一個幾兆幾？個 two and a half 咯。2 and a half， 但係我就一寸半，本我冇算嘅啦，一頭個兆字。入個點字，我冇講前隻背是。嚇，我想咯，你咪是我想咯，你入個點字，我入個點1嘛。So it's still consider body border 會有。差唔多俾差唔多。borderline 啊 ，borderline 啊 ，normal weight 呢是特別高20個呢。阿 John。啊。你買梅花把你成驚呢？嚇對。但我試下特別補看，伊係你係時候啫。你買梅花我把你成驚大郎姐。我見夠慘啊！你買係話 postpartum depression。哦，250半啊！死咯！我無線你死都冇我真250半啊！大郎你買。
无大肥波，你好，你变大肥波去。生诶 ，after 都成驚了 ，after 1 year 你飼齡哦，你 breastfeed 咯？嘛，我 breastfeed， 我已經我生出來個大已經生20 pound 啦咯。哦，都冇搞住季節咯。啊，咧特日飼 breast milk 咧個有迄個 you know 迄個物件，會出成股嘅水嘅咧，會出㗎了。對嚇。哦。แล้วฮะโอเค那是講會聽講啊，那是讓會順來講下 ，maybe 我放迄個伊個一個 website 到底我會放伊，讓去邊咧學見到 com 去看，你去看迄個 BMI calculator 去看，哇！是那面說，我當我想，我是看，我那是講511，了是，我是想袂，我 ideal 嘅是800個，暫時啦，頭一。今年啦，是800個半。你面是我24.4，我是講真正我背本咯，但是講我是160個半呢，160個半嚟講到23，乜事人呢啊？哎呦，你23是 OK 啦 ，in the middle 嘛。我在 in the middle，但是我驚講你用時想我報到你只兩對呢，就過去。冇，安尼看咧啦，你 constantly 做 exercise 啊，個咁想個食，唔係食開濟都會啊。你頂到我講聽啦，我頂到冇到我畢業嘅時，我150半了，我算下20.9啊，頂到。安尼散呀？哦，你 underweight 個？冇啦，冇 underweight 啦，18.9啊，18.9個 underweight。一人隨講under 20啊，都是 underweight 咧。哦，我等於佢哋 website 是寫18.9啊。一人是即係身價冇全部咧。講到做 exercise 咧，做啲 intensity 好啊，啲 intensity 高個，安尼款你梗係 burn 掉你 calorie。安怎講我聽解釋啫。OK，迄個 intensity 就講我 intensity 咧，我做我 bench 啊，實家做 aerobic 時，有的人咧，伊無就係做 third level 嘛，踏起去嘛，迄個 bench 一踏1円，個2円，個3円起去嘛。所以有的人是做 first level 呢，然後伊 intensity 你 intensity 你踏起去時，你個落來個踏起落來都無夠係厲害，無夠厲害，對啊，所以你愛踏嘅。是咧 step 起去，你跳起去落來，你較厲害淡薄。and then 那面你 intensity 是大啲迄邊嘅，然後你做落去了，你個會流汗，係無？唔係頭隻啊，你頭隻那面你平你家己 body 嘛。誒了，我大擺我去 gym 時，我是做30個分鐘做迄個叫咩啊？elliptical 啊 ，elliptical 嚇 ，elliptical 你看，可能人 camera 佢哋看做呢。elliptical 是真正好，a full body。哦，好啊，because 我就是個做你只咩事，我聽到係並 motorbike 啊，係我係正卡你別走咯，我別成日 jogging，我別特啲咧 treadmill 啊，嚇，我別蹬到我卡咧，我卡到會跳咋。係歹嘅，那是你有靠係咪？數咪走咯 ，because 走你蹬了你卡骨join 會歹嘅。因為嗱，我改白 camera 嚟看到我做啲嗰個咪超咗呢咯，因為卡嗰人呢。啊，迄個叫做啥 step master 啦 ，step master。冇成 step master 個冇成 step master 個另個啊 ，step master 個另個啊，即是 elliptical 你成個你有你去 gym 咪就得有看到啦 ，elliptical 就輕嘅。然後我做咧咯。我唔是特別咧機器我熟解喎，嗱。上間你坐了嗬，你愛做你胎啊，你大腿裏邊迄個 inner 胎嘅quadriceps 啊，你愛做時你坐了你舊以後有一個正頂到手頂後你卡開，nghe你伯伯開卡啊，迄個你開你伯伯個卡，你伯伯個開。然後佢講亂做 show 嘅，佢頂一出，就是直接撳，就是去做佢 exercise 做伯伯好嘅。啊！我自家做起嚟咯，開伯伯，開咧。Oh my god！ 仲有係接項嘅，接項，出項。咁個別呢零啊？啊！依嚟邊別零，啲 inner thigh 別零，啲 quadricep 別零。伯伯唔加勁，但伯伯。我當然每到啲道嘅，看你去做 exercise，你 gym 入邊有 trainer 還是有乜嘢啊？有人教你做。personal trainer 啊，有 personal trainer，但係好貴。對，我咪是上只貴。有特別咪見到你叫人當然只貴嘅間話係教你啊，誒，我講睇住只教，阿拉伯做只教嘅，阿拉伯做去 gym 嘛，所以你上面阿拉伯做本。
嗰個一間頂到嘅名，頂到一個隔壁門嘅叫做叫我未記名，伊名超話名，夾小嚇，伊本是有，伊本是 actually certified US certified personal trainer 啊，這件事，我當學嘅，你我講聽。若是講豆嘅啦，當你去做先，若是講你做咗 feel 到冇講真正 effective，就是講你做唔掉啦，something 冇咪掉。你是講你做到久，你 duration 就要緊嘅，你做cardio 時你冇夠長，你點先冇本條 fat 嘅？對 ，more than 30 minutes。more than 30啊，唔是20呢？No，more than 30，了5 times a week。哎呦，天講佢做乜？我做3刀呢特別。But 你那是 maintenance 冇3刀咯。我唔是，我咪講是講較慢啊，你可能是做嗰啲咪較快咯。特別人寫就有一個查某，佢真係背，伊寫一本冊啊，伊去 practice， 伊背個未行咧，就成啊300、400磅咁樣就，你寫一本冊咯。係，規身咪講佢哋黏掉啊，規身本黏掉啦。然後你就伊做下面哦，伊就是講，哎呦。只要我成日我30幾歲呢，就未行兩步就喘緊款，你就 start 行咯。伊頭一道是開門行成日行5分鐘嘅款啊，伊行5分鐘本喘到成日愛死嘅款啊，伊就慢咯 ，endurance 慢咧，伊 practice 啊，伊就是行邊jog 邊走嘅款啊，要尾去參加 marathon， 伊要。唔知200、300磅，3個全度兼 either weight 700，唔知幾多磅。伊寫一本冊嘛。Life Mommy Run for Marathon。要咪是一倍呢？一倍零哦，真係這人生啊，可能一倍，特別你 exercise 就幫你行人哦。我計驚啦咯，我當今冇淡薄倍本都就係，我辛苦啊。哎呦，你啦，你那款，你都無人300-400磅咧，你300-400磅，560磅咧。我睇你幫掉。我係 book。我夠靚，但是我只講3就是人嚟咯。3就是人。唔是啦，佢係你 pack major 係 muscle 啊。特別對 ，because 我做真一隻 chest 嚇，我做一隻 chest chest， 佢係 chest muscle 啊。muscle 嘅你冇想啊。想 muscle 咪是 man boob 咯。muscle 是 man boob。你話突破令。你 OK？ 你想講愛有就有啊，對不對？特別無，我是有嘅，頂到是背是本有嘅嘛。一當今我是做 ，hopefully 做較隻成嘛，所以咧時候較 firm up 喂，即係較本咧大粒令咯。較結啦，唔是零啊。當今我頂面嘅我 upper chest already start build 我 already 會看到。我係 feel 到嘛，所以特別背啊！我幫你去拉過節，然後試我特別做估個嘢，我話 many 我唔知嘢啊。我嗰本是特節期咧，但是特節期嚟講係較抓咯。我等一禮拜去3刀，我一期我講聽我一禮拜去10刀就後邊咧，你知道？喂嘛講啊，你係山啊嗬，最好是係咪做買請工人？家己做㗎啦。做菜緊了家己做，早起咪照開你就家己做佢哋。housework 做個阿妹咧，你做啥呢？調碗。哦。個驚買係人個家己個。啊，佢哋本事啊，真正解咯。就是咯。啊，了伊驚走都對了，伊走咪是 exercise。對。誒，兩個即係人會講講背啦，點知道講未了？我不知就講嘅幾刀個，佢那即係人會唔會講？但係個就係講我出咧，可以人講咯 ，because 我嚟撩佬。不要緊啊，我其實差唔多未了啦 ，because 入句完整啊，不知個落句咯。今次錄下多背波。OK，拜拜。我早晨啊。早晨 ，OK， 拜拜。OK， 拜拜。然後個有讓出去個位講下面有個幾句啊，即係豆嘅呢，豆嘅，你去每人是去看冊看，你做時你講當今你做 exercise 上面。我是做 cardio 咯，成個 running machine 啊。你做落股，等你做落股。我 normally 我做啦，我是做嗰個半陣正嘅。半陣正。我當時嚟打閒啦，我做半陣正。但是我當時未成個話咧，我試做緊死啊，10半正啊，會死啊！冇，因為我是8號，我唔知係咪第幾天。你卡到有聽呀？
啊，較豆腐聽，然後唔知咩就係錢，然後我就未打，我做。你去做芭蕾啦，你去你 gym 做你 elliptical。冇咩？應該有啦。你搭架車咧？搭架車？有。你等個有搭架車嘅 RPM，我真係做個我笑真係。嚇！你是做緊你笑嘅山啦，你唔是做雙雙嘛？你係山，我到底多處一架 battery 嘛？你係山，我到底處一看電視機嘛？你係山。Kevin 啊，豆嘅，so exercise 有 motivation 嘅，有 motivation 嘅。對。所以你若講你一人做，只你做甲成，你都無愛做。所以我自家去 class， 我去 class 咧，迄個 trainer 直直叮當 ，yes go go，keep on going， 1 2 3 4 5 6 7 8。你直直睡，你直直 keep on going non-stop whole hour。伊個電腦สุด咧，阿伯你啵啵。你咪做，伊嘛สุด咯，伊 push 咯。Actually 跳繩跳迄個 skipping 嗰好。嗱，你若講伊睡咧 time 1 minute 啊 ，go， 還是2 minutes 啊？你個手無停，直直 skip， 直直無停，直直跳 ，skip 落去，迄個講真正好。安尼，伊 skip 了遐，伊 push skip 3 minutes 了，你喘啊大喘嘛大跳啊。安尼伊個停了 after that 你 relax 了，定。up down 咧啦，但係你嗰隻斷去。哎呦，嗰隻斷去。你是 up down， 當你做路，你先跳，個真真正，แล้ว是下แล้ว佢做 slow down，同步到對嘅嚇，啊，แล้ว是可能個做去嗰隻跳嚇。你那是去看exercise 我去看，應該有啦，你去問朋友，你就在你咪在阿拉伯做咯。啊哈。阿拉伯做，對阿拉伯做唔是你每下咯。你做 MV 有冇？阿拉伯做咁平常比賽嘅嘢款，嚇，伊 feature 其實。阿拉伯只 fit 嘅阿拉伯。啊 ，solid，very solid。啊，你嚇，但是不知，那是講到未，不知咧是那個叫啊，冇人請咧，不知人請一間急小係可能講伊是 certified 嘅即 instructor 嘛。哦。好啊，我嗰陣見我。哦，你聽阿拉伯就是 certified 嘅 trainer 嚟。唔是阿拉伯伊，我有一朋友，頂我係當學，我人白白上嗰度嘅一間。哦。或者我請嚟講。Kevin，你厝有機器無？你愛買嗰個 biking 嘅 biker 啊 ，treadmills 啊，你買喺到厝嗰時，你做下面物件行來行去時，你嘛嘅咪做淡薄。特別無講聽老姨，唔是老姨，白露露。我想你是日本人，但係你有當時嚇我啦，我係做 machine，特別我冇心到做嘅時，你教醫，你就看到教醫，你咁樣去做去 exercise 去做教醫，我怎會做教醫？你好，我同你講咗，我做 exercise 我 TV 袂使看，冚家袂使看，我開我 music hot 誒，伊個 beat 愈勁愈好 ，OK？ 所以你若是你走嘅時，你有 music 聽，你直直對啊 ，music 直直keep on going。嗱，這是我嘅 gym 嘅位，就是伊開 music 咧，伊唔是干那 instructor 講呀，1 2 3 4 5 6，伊開 music 嘅喎，伊 music boom boom boom，而且咱對佢做隻學健嘅 exercise class，一、2、3、4，卡了跑了跑跑，咁樣爬，咁樣叫，咁樣跳。อย่าตีน่าสุดลูกอันนั้น裝做頭咯，你做頭型咯，咪姑。係啦，我哋做頭，等我隨個學你過一棒啫。等我個後面過開。嘛，你話在做嘛？你把你扮落去，也 begin 嘅 1 2 3 4 5 6 7 8。And then move to your right, move to your right, and move to your left, and move to your left. Why music 咁樣扮？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等下我學扮快啩。人家扮你過㗎啦嘛。快。啊，來跳，一、2、3、4，跳。日電腦打落雪，咁咩卡開，超開，一餅把，兩餅把。就是咯，牙卡起來放嗱，把人看 camera 看到啦嚇。牙卡起來，頭頂落來，斜頂把落去，兩餅把，一餅把。牙卡起，都卡起，牙超起，都超起。哎呀，四川啊！
OK， 穿啊，會使。你攞晒就穿呢，你講做時點正喺無停，你講會 burn 落些 calories 落去。對。特別我媽仔早起去 gym。我一禮拜去3刀嚟，我不點先數啊！特別我就講一禮拜去3刀就後邊，我記得一禮拜去3刀我去啊個，我一個月去2個月行，我對馬來西亞是去加減然後叫阿媽病針，3個月去4個月去，當然是5個月，每6個月然後四川嘅冇去啊！我到3我3那個就10半啦，可能我9個月去，我當然3多嘅16半嘅咧。我16半應該係睇啊。所以你冇插你做嘅做減好啦，做嘅好佢冇做。就嘅，你若是講無時間去 gym 嘅時候，你覺得係 environment 袂熟咧嚇，無時間。你去 outdoor running 嘛就好 ，outdoor 啲路邊走啥少人，可能講少人都免合意，你走到啲你 neighborhood 嘅位嚇。你換啲 short 落去，然後是咁樣衝落去嘅路邊，直直走 along 嗰啲 street， 直直走 whole neighborhood 直直走。你若是講為，你若是被 motivation 條啊，你去你嘅邊出邊走嘅時候，你去夾把刀掂你隻狗啊，你狗對你時你咪走得快咯。哇，這個厲害。啊是嘅，一啲小巴啊，搞到啲你靠到啊，後尾有啊，你再搞對你咪隻小巴。我嚟到愛州咧，我放工啦，我同你講啦，就我放工咧，我坐舊嘅位 garage 位車坐照片啊，我未使坐落去嘅，我坐落去我就唔會起來啊，未叮當啊，愛去看電視機，愛落去去沙發坐了啦。然後我驚個愛死，我看咩走去樓頂換位short 嚇，地殼，看咩直頭衝出去外口了啊，然後就會使直直走個差不多20 minutes 好15 minutes 走對嚟啊，咁嚟上水。對，我現在有你看 ，actually 啊，講無插你辦法啊，有一個人嘅辦法有袂啱第二人嘅有當時，所以你特別家己吹看你家己辦法。我較就是我做工對，我先做工做到10點嘛，我阿妹做到10點幾啊，對我來處嚇，你就是我是，所以我 exercise 嘅咧是到啲阿妹，我10點半，然後我個去 gym 咪就去往時去12點半個對嚟，然後你那是你看 ，because 我 try 別嘅辦法，咁了未驚，我上早起我即個未聽，呢時個做白下面嘅到處我個冇做，所以我其實 start gym 嘅時我是 start 嚟㗎，特別我唔知啦，冇個 start 嚟個 gym 啊，本冇面就係講會驚未驚。但係你咧24 hours 呢時時都有開了。對，是講那是你會去咧，或者人家講過無相嘅辦法，because 真係人講本未講嘛你是你減肥嘅物件，所以或者人家講過另外一個，但暫時咧，那是我們去看下你 website 你去邊咧學見到 com 會幫也會至少幫出來是啦，當然邊咧學見幫出來嘅是。就嘅 exercise 是真艱苦嘅 ，especially 你做嗰啲 intensity。真正管嘅時，你未喘氣時，真正艱苦。所以我人咧有對了啲 instructor， 伊做是做，甲正喘嚟講咧，伊叫你停了吼1 minute，後你喘氣，喘氣啊，等陣佢再 push，佢再做。如果你家己做嚟講吼，你喘了，你就 give out 咧，哎喲，真正艱苦，我咪做了，我未個做落去啊。但是咧，你做一點鐘無停，一半嘅嘛 ，one section 做下面 ，one section 做下面嘅。你揾做緊嘅了，嚇，直直跳，緊嘅了，當然個做慢嘅了。伊做嘅慢嘅目的就是後你 catch up 喘氣，後你喘氣，後你bring in more oxygen 落去，了你個隻有 energy，個隻 power，個隻 keep on going 落去，係喎。但 squatting 啊，嗰是一種 exercise 嚟，你用你手用你 weight 嚇，見了。都 squat 落去。你講我看嘛，算你 strong 啦，你頂到細漢時幫曬用褲嘅嘛。我老卡頂到我細漢幫曬是用褲嘅嘛，我係即係 calf muscle 真係大粒嘅呀。你褲落去呢，綁了個白起來，把你即個無相，即個褲落。褲落去個褲起來。褲落去個褲起來 ，and then 如果有 different 筋嘅度喎，你譬如褲筋，白起嘅筋，褲筋，看白嘅，你愛綁 slow motion 綁落 ，and then 個綁。暗桿啊，是個暗桿。較剛剛啊，開了啦 ，and then 你內手夾了 weight 啦，你係夾背磅，你咪夾背磅嘅10磅咯，比如你跟那康嘅手下落去都冇 weight， 冇 resistance， 冇攤騎嚇。你愛 high intensity 嘛？如果夾你 weight 落去了，你剛落，慢慢落了，佢剛起來 ，and then 個落，迄個講做不到嘅，做你腳真係 strong 嗬 ，and then 你 ab 嘛，
，lower body，唔是 upper。我自家做刚苦起苦落嚇，真爽誒！你做了你卡真爽誒，嗱使我有 running leg 嘛，我係問佢卡真水嘅。哦。啊，我係 cap 真水嘅，我係小腿啊。我咪想我都看，等陣。一看。再搞嘢。呀，是咯，你做了你卡。我掉到。Cantik tak? Wah. Saya punya kaki tengok. Wah, seksi. Ya, seksi. 哎呦，死啊啦！我當今我要嘅山啊，用死我當 OK， 我 maybe 嗰個今年杯啦，我有可能嘅山個半嘅呢。明年佢就係嘅山個半，50半，有對狗啊，大概會160個半。有。誒咧，我講聽即係啊，到嘅啊，你去 join 我嘅，你 blog 啦，有去講看你試下你使 join anybody 咩使 join， 即係雲灘咪是要 join， 雲灘3個字，你看到雲灘。有雲灘夠穩喎。哦。怕不surprise 好啲。雲灘就3個字，OK， 到嘅啦，白嚕嚕對啊，我買 phone 可以一齊聊啦嚇。一到嘅你講咩物件講我阿妹物件。你食咧？你食咩特別？哇！我 try to eat some 隻 fiber 咯。嚇，特別你食蔗哦，你夠蔗哦，食蔗哦。你講咩啊？食物件蔗哦。食物件 OK 嗰種咯，不是比較正嗰種啊。成個灣人啦，夠蔗啦。啊，是啦，唔係 control 咯。我是當今是食嚇，你要食嚟講你食細行了半。佢嗱倒隻啦，你成日你即殺到咖喱一頓隻隻條，你當然隻淡薄，你下個攰咗佢點整嗰隻淡薄呢？你只隻佢嗱餐佢只餐嚟其實。我不想嗰隻紅骨。啊，隻坎坷嘅 actually， 你問嗰隻隻 ，because 隻諗關事隻倒隻咧，我是都冇影啊，冇影嗰個，哎呦死，可能嗰度佢隻麻煩嘛，所以那時都半區點嘅隻，你我成個我 lunch 我半落一半，你我12點幾時我隻我 lunch 咧是8個，4點幾我個隻零大媽出嚟整過一半，你是下咪嗰隻淡薄啦咯。satu kali macam saja lah tapi continuous 你是半區冇幾多隻嘅啫，特別個人冇想嘅。冇想看你要緊是愛做，其實你 exercise 係要緊啊。exercise 都冇插到身嘅安裝，你冇做 exercise 嚟講，你本冇 healthy 你先變身條嘛。是咯。So 你啱啱不知講講過，人個請你較搞嘅人講嘅，當然即係人是背嘅人講。哎呀！等叫阿伯做嚟講啊。OK， 感謝即係頭先今日講啲咩？係豆嘅，感謝你一個感謝，但係咧我哋嘅邊是住白嚕嚕㗎，特別薄。OK 啦，我哋呢拜過來再見各位啦，各位聽眾，希望朋友邊咧學見到 com， 原來是俾留 message 我亂使用攏自己電話拍，好啊咧，當然到啲邊咧學見到 com 到處俾嘅面啊，為啲寫 call me for free 啊，你去訂就你感謝佢訂就咧是一對出一個feel 好你填你嘅電話之去，你係你電話之去，一人對你對零一 system 對拍電話你電話，所以你把到你一記掉，他媽出掉你電話，講個就亂啦。哎呀，你直接去你 website 看到掉啦，我唔知，你使用你電話跑啊 free 啦。得玩啦，講我嫌啦。OK， 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哎呀，私人的 music 冇棒，哦哈，這邊 OK， 拜各位。